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5月2筆專輯。第一篇與復原人士同行，第二篇教宗否定正義戰爭，第三篇鴿子、野豬與珊瑚，第四篇守護記憶與尊嚴，第五篇對香港精準扶貧工作成果報告嘅期待。與復原人士同行。復原嘅理念源於上世紀70年代嘅戒毒自助組織，其廣泛應用於精神健康同埋康復服務。與傳統康復模式唔同，復原不僅着眼於消除病徵，而係重視復原人士整全嘅生活與尊嚴。近年香港精神健康需要持續上升，復原人士喺求學同埋職場上仍然面對誤解、歧視同埋自我標籤。我哋可以透過認識同埋支持，回應佢哋嘅需要，與他們同行，見證希望。教宗否定正義戰爭。教宗良14世近月強烈譴責戰爭，引發是否放棄正義戰爭嘅教導質疑。其實天主教嘅正義戰爭有一套旨在限制武力、保護無辜嘅理論架構。從聖奧斯定、聖多馬斯、阿奎那到梵二與天主教教理，教會始終肯定國家有自衛嘅權利，但僅在嚴格嘅條件下才可以成立。良14世延續天主教正義戰爭嘅傳統，嚴厲嘅提醒現代戰爭嘅破壞性，呼籲人類回到和平與談判之路。鴿子、野豬與珊瑚。香港山海交織，生物多樣性豐富，但城市發展與人類中心主義正威脅萬物共存。近年虐鴿、撲殺野豬、破壞珊瑚等等，讓人反思人類如何對待生命。野鴿、野豬常被負面標籤，生命嘅價值被否定。但城市發展亦令到許多動物面臨滅絕嘅危機。保育唔應該只出於功利嘅考慮，亦應該尊重每個生命嘅價值。我哋作為受造界嘅看守者，應讓鴿子、野豬同埋珊瑚得以共存，建立真正和平嘅家園。守護記憶與尊嚴。隨住本港認知障礙症嘅患者人數持續上升，及早識別同埋適切嘅支援尤其重要。推動認知友善社區，不僅在於態度上嘅接納，更需要在生活環境中實踐關懷，例如提升對症狀嘅認識，喺日常生活中主動伸出援手，以及建設安全而舒適嘅環境，均有助提升患者嘅安全感，同時減低照顧者嘅壓力。堂區亦可以發揮牧靈嘅角色，與社區攜手同行，支援患者及其家庭，令到佢哋能夠持續參與社區嘅活動，建立歸屬感同埋自身嘅價值。對香港精準扶貧工作成果報告嘅期待。香港貧富懸殊嚴重，2023年約有136萬人處於相對貧窮，每5個人便有1人受到影響。堅尼係數達0.63，反映收入高度不平等。政府推行精準扶貧，支援長者、單親家庭以及劏房戶。其他嘅弱勢社群同樣需要關注。面對人口老化同埋社會變遷，應更全面識別貧困風險，完善政策。教會提醒，貧窮涉及結構嘅問題，需以愛與公義回應，促進資源共享，保障弱勢基本嘅需要，讓人人活得有尊嚴與希望。5月2筆嘅詳細內容，請瀏覽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網站2筆專欄。